大家好，我係伍博士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幼稚園嘅環境教育呢個課題。香港幼稚園嘅學習範疇分為6個範疇，其中一個就叫做大自然與生活。呢個範疇期望小朋友能夠對事物產生好奇心啦，樂於探索四周嘅事物同埋大自然現象。其次係對事物持客觀而開放嘅態度，學習觀察、提問同埋假設等等有關探究事物嘅基本方法，並發展成為解難能力。最後係欣賞同埋尊重愛護大自然，實踐環保生活。頭先剛剛提到嘅第一同埋第二項講求嘅係培養小朋友探究力同埋解難能力。幼稚園要培養小朋友呢一方面嘅能力咧，發展具 STEM 元素嘅課程咧，就可謂不二法門啦。至於第三項強調嘅係認識人同埋大自然環境之間嘅關係，呢個係一種態度嚟㗎，係對大自然環境欣賞、尊重嘅態度，以至如何將呢一啲嘅態度融入生活。幼稚園係好應該培養小朋友對大自然環境嘅珍惜同埋愛護。咁我哋將來嘅社會主人翁先至懂得維持生態平衡與大自然共存。其實環保教育只係環境教育嘅一個分支，佢強調嘅係環境保護行動同埋措施，例如節能減排啊、垃圾分類、資源回收重用等等。咁環境教育呢，就涉及認識環境、融入環境，以至永續環境嘅整體理解。幼稚園教育簡單嚟講呢，係培養小朋友對環境嘅關注、愛護同埋保護嘅意識。老師可以透過唔同形式而達到啱啱講嘅效果，例如用繪本教學啦、遊戲啦、戶外活動、藝術創作等等，培養小朋友嘅環保行為同埋習慣，加強小朋友嘅觀察同埋探究能力，多啲讓小朋友以第一身掌握關於自然界同埋環保嘅基本知識，並以具體能夠實踐嘅方法加深小朋友對環境保護嘅理解。幼稚園可以採取3部曲去處理環境教育，首先係讓小朋友認識環境，繼而係讓小朋友將知識融入生活，最後係讓小朋友將知識成為習慣，永續喺生活裏邊。認識環境方面，老師可以用一啲繪本啦，讓小朋友認識到環境同人嘅關係。例如《照顧我們的地球》呢本繪本啦，書裏邊就讓小朋友知道環保並唔係成人嘅事嚟㗎，小朋友亦都可以以佢哋嘅身份去為地球做一啲嘢㗎。而只要從細建立呢個環保嘅咁好嘅概念，人就能夠延續地球嘅生命。將所學嘅知識融入生活方面，老師可以帶小朋友走進大自然，例如公園啊、農場、自然保護區、紅樹林、濕地等等，讓到小朋友觀察動植物生活嘅習性啦，了解生態系統嘅運作，以第一身嘅經驗觀察自然，感受大自然嘅美好。老師亦都可以帶小朋友身體力行，一同清潔沙灘啊、收集廚餘、進行垃圾分類、製作環保洗潔精等等。呢啲都可以讓到佢哋學習點樣建立環保嘅生活。呢啲亦都係環境教育嚟㗎。至於將知識內化並永續於生活方面，老師可以讓小朋友內化綠色生活嘅習慣。例如喺學校裏邊可以俾小朋友種植花草啦、蔬菜等等，令到簡單嘅種植活動成為日常。等小朋友學會照顧植物之餘亦都能夠以第一身了解植物嘅生長過程，以及環境對植物嘅影響。而日常校園生活裏邊亦都可以讓小朋友實踐綠色嘅習慣㗎，例如讓佢哋自定點樣節約用水啊、用電啊，或者減少廢物產生嘅方法。喺課堂上邊以一啲回收嘅物料創作陶工，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因為可以讓小朋友體會到資源嘅珍貴啦，同埋廢物利用嘅可行性嘅。環境教育唔僅僅係學校嘅責任嚟㗎，家長嘅支持同埋參與同樣係好重要㗎。如果能夠家校合作，先至可以培養到具備環保知識嘅孩子，為地球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㗎。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篇文章《幼稚園的環境教育》啊！
下次我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課題啊，拜拜。